港官、京官輪流空港青。青協搞論壇，有成1000個大中學生在場，對報態嚟講算係深入虎穴㗎啦。唔知係咪咁多保安包圍住，特別有安全感呢？佢膽粗粗叫後生仔香港撈唔掂，就返內地融合啦，咪咁悲喎。社會上有啲悲觀嘅論調，認為係80後、90後出生嘅人士係難以出頭。你哋最大嘅本錢就係年輕，係又可以唔使怕嘗試。亦都唔怕競爭，更加唔可以怕失敗。社會上有時唔少人呢，就有唔少嘅負能量，叫我哋呢係聚焦喺困難同問題上面，叫我哋擔心，叫我哋泄氣。但係生活嘅態度係由你自己決定㗎嘛，而態度會決定命運嘅。未完㗎，仲有中聯辦高官警告咪借抗爭之名傷害他人身體。我們要像愛護自己的母親那樣愛護自己的國家。當利比亞的平民以為會得到禁飛區的保護的時候，或許他們沒有想到北約戰機投下的炸彈可能就落在他們自己的頭上。沒有國家的尊嚴，就沒有個人的尊嚴和安全。發表完偉論，兩個人就急急腳喺保安擁戴下走人。青協話特首辦事前特別問過佢哋，萬一出事有冇能力保護特首，搞到青協要請多4個專業保安。